弟兄姊妹，大家主內平安。當重建面對挑戰時，你喺邊度？當重建面對挑戰時，佢講真已經離開呢間教會啦。嚟緊星期四，我哋就會知道我哋申請嘅呢個結果係點樣嘅。因此頭先同 Billy 傾咗，嚟緊星期四夜晚，我哋會6點在小禮堂同佢見面，加埋 Tessa 回嚟，我哋3個人會一齊祈禱，在未去參加Camden Council 嘅會議之前，我哋在安靜在神嘅面前，求神保守我們嘅心，特別係保守我嘅心。我相信佢哋2位嘅信心都好堅強嘅，但係我同神講，神啊，你冇再俾我多一次嘅打擊，因此我哋需要問自己呢個問題：當重建面對挑戰嘅嗰陣刻，你喺邊度？我哋今日會繼續睇以斯拉記第8章。第8章係連續第7章嘅歷史，就係以斯拉預備返耶路撒冷。第8章呢一邊，讓我哋睇到佢全部差唔多係1500個人一齊返耶路撒冷嘅過程，佢哋用咗4個月嘅時間。當佢要離開之前，突然間發現到一件嘢。第一係咩呢？第一就係利未人冇在佢哋當中。原因係咩呢？聖經冇解釋，但係我哋諗到神要鼓勵神俾佢哋返到耶路撒冷嘅呢個過程當中，除咗重建耶路撒冷呢個城，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建築物就係重建聖殿。呢一刻佢哋聖殿建造完成未？未。因此在呢個前提之下，點解利未人佢哋冇在呢個團隊當中呢？當重建面對挑戰嘅嗰陣刻，利未人冇在佢哋當中。當佢哋返到耶路撒冷嘅呢個過程當中，以斯拉俾我哋睇到佢哋呢個路程上有仇敵，第三，去到第8章嘅最尾呢一邊，我哋睇到當佢哋返耶路撒冷重建聖殿嘅過程當中，以斯拉邀請或者係要求佢將自己分別為聖，將佢哋物業分別為聖，獻給神。因此按照呢個思維，我今日同大家分享呢3個思想。當聖殿、當重建計劃面對挑戰時，你有冇在呢一個計劃當中？第二個，當重建面對挑戰嘅嗰陣刻，你會唔會同弟兄姊妹一齊跪低尋求神嘅面？第三就係你同我等下會解釋點解會同我，會唔會將我們嘅物業分別為聖給神？讓我哋一齊祈禱。親愛嘅天父上帝，當我哋紀念主耶穌基督已經在3日之前升天，返到天家與你團圓，我們獻上感恩，感謝神，因為耶穌基督嘅死同埋復活，聖天都提醒我哋，基督教所宣傳嘅神，基督徒所相信嘅耶穌基督係活着嘅神。
因此我哋歡喜快樂，今日在你嘅面前敬拜主。主啊，嚟緊呢個星期日就係等待聖靈重新降臨在我們嘅身上。呢一刻我哋就祈求奉耶穌基督嘅名，祈求聖靈在我哋當中。感謝主，聽我們嘅祈求，奉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今日係我在光榮十字堂最尾第4堂嘅講道，下個星期係第3堂。7月嘅第一個星期係最尾嘅第2堂。7月13號係聯合崇拜，就係、教會大會嘅崇拜，將會係我在你哋當中最尾一次嘅分享主嘅説話。因此，當重建面對挑戰嘅嗰陣刻，聽啦，我會在你哋當中。但係我希望今日坐呢一邊嘅每一個人，冇學許講真一樣，你哋會選擇離開重建嗰陣刻所面對嘅挑戰。因為點啊？因為神嘅國需要我哋每一個人嘅參與。神嘅國、神嘅計劃一定需要每一個人嘅參與。我真嘅唔明點解利未人佢哋會選擇唔返耶路撒冷。你計下當中最尾一刻佢哋揾到嘅利未人將近有400個人。因此睇到最尾我哋都感謝主，接住以斯拉嘅計劃，佢差派每一個主權嘅領袖，佢同佢哋講咩啊？以斯拉都交代佢哋話：你需要同對方講咩？求神幫助我哋。因此最尾18節嗰邊佢話：蒙我們神施恩嘅手幫助我們。佢哋在以色列嘅利未子孫當中揾到下面嘅將近400個人嘅利未人。原來要唔要加入呢個重建嘅計劃，都係你嘅選擇。就好似今日在教會嘅當中，在生活嘅當中，在現實嘅人生過程當中，你同我會做好多好多嘅選擇。我尋日啱啱從巴黎返到 London， 夜晚就有一個50年金婚嘅祝福典禮，但係在因為夫妻宴當中，係我同師母第一次見到報名參加宴會嘅夫婦做咗一個好勇敢嘅選擇，就係離開現場。呢個係我過去10幾年參與因為夫妻宴服侍嘅過程當中未見過嘅。大家都可以想像到佢夫妻會在16對嘅夫婦面前選擇離開，背後嘅嗰個挑戰係幾大嘅。我都唔知咩問題，但係我同對方講，無論你選擇留低或者係離開，神賜給你呢個勇氣做呢個選擇。呢個選擇我欣賞你。當重建計劃面對挑戰嘅嗰陣刻，你而家問旁邊嗰個人，你會唔會選擇離開光榮十字堂？
呢個過程可能係因為你同其他人嘅意見係唔同嘅，可能係因為你唔中意我哋將會搬去嘅嗰個地方，或者係地點唔方便嘅，或者嗰陣刻教會需要籌款，俾你好大嘅壓力。因為我都知道過去歷史當中，唔好意思，就係因為飲咗呢個水啊，就係因為飲咗啲薑水，係。唔係你嘅原因啊！信徒會選擇離開，可能地點嘅改變唔方便，可能你唔中意新嘅嗰個崇拜嘅地方好逼，可能係因為經濟嘅壓力，成日聽到嘅係奉獻，或者你同重建委員會成個籌備會嘅嗰個理念係唔同嘅，你會選擇離開。弟兄姊妹，我唔想關門十字堂在歷史重建嘅歷史過程當中最重要嘅嗰陣刻，你嘅名冇在歷史當中出現。我問神，點解你冇俾我呢個機會見到呢個重建計劃嘅成功嘅嗰一日？你知唔知我嘅心有幾失望？好似摩西一樣嘅嗰個心情。睇到嚟緊星期四我就會知道啦 ，Billy。我就會知道嗰個結果，但係而家呢個係唔重要嘅，重要嘅係你哋可以做一個選擇，因為我已經失去嗰個選擇嘅機會啦。擺在你嘅面前嘅只要一個可能性，就係重建一定會面對挑戰嘅。一定，我頭先講過嘅幾個原因，你哋一定會面對嘅。你會唔會繼續同呢一間教會嘅每一個弟兄姊妹同心合一，堅持直到最尾嘅一刻呢？你問下自己，嗰陣刻 ，Michael。你會唔會選擇離開？你未人選擇最尾最重要嘅嗰陣刻，加入呢個返耶路撒冷嘅團隊。我相信關門十字堂嘅弟兄姊妹，特別係粵語堂嘅弟兄姊妹。你哋會選擇繼續留在呢個堂會當中。你問下旁邊嗰個人，問下佢會唔會留低？第二，
你會唔會學習以斯拉同佢哋團隊在面對4個月路途當中受敵嘅攻擊和威脅，學習尋求神嘅幫助，唔係尋求王嘅提醒過我啦。mineral water， 因為過去3日嘅我哋成日上堂講咗好多嘅嘢。第一，你會唔會繼續留在呢一邊？第二，你會唔會繼續以祈禱支持呢一個事工？其實在呢一刻第7年正月嗰一個月，選擇在河邊宣告嘅禁食祈禱，呢個係好傻，廣東話點講呢？好傻嘅行動，因為你睇下當中有咩人啊？除咗我哋，佢特別記錄到婦人同埋細蚊仔，並且一齊所有嘅，佢哋知道擺在佢哋面前有一個危險嘅4個月嘅過程。其實以斯拉佢都知道，如果佢祈求王嘅幫助，佢哋一齊都順利啦。但係無端端佢就自己就話冇啦，我哋唔使你哋幫助，我哋靠神，求我們嘅神幫助我哋。因此佢就話，我們神施恩嘅手一定幫助一切尋求佢的人，但佢嘅能力和憤怒必攻擊一切離棄佢的人。所以23節佢話，我們禁食祈求我們嘅神，佢就應允了我們。弟兄姊妹，幾個月之前我已經同大家講咗啦，呢一次嘅申請係背水一戰，係咪？背咗水一戰嘅呢一個日子，就係2025年6月5號，我永遠會記得呢一個日期。Billy， 因此我選擇嗰日會出席嗰個會議。頭先當 Billy 同我講，牧師，不如我哋返到教會一齊祈禱之後，我哋再出席嗰個會議。上個星期，當我坐呢一個角落參加宣教體驗遊戲嘅嗰陣刻，陳牧師不斷嘅挑戰大家多祈禱，多祈禱。我仲記得同 Jerry， 頭先我有見到 Jerry， 而家佢坐邊度？係，當我哋去到 second round 嘅嗰陣刻，發現到手袋當中冇足夠嘅錢，但係在我嘅背後，主持嘅牧師就一直提醒話：弟兄姊妹，我鼓勵你哋祈禱啦，我鼓勵你哋祈禱啦。因此參加咗嗰個體驗會、體驗嘅遊戲，我而家腦中諗起嘅一件嘢就係：你哋祈禱啦，你哋祈禱啦。點解會俾我咁深刻嘅印象呢？你問 Jerry， 因為當我哋帶頭邀請教會嘅牧師帶領佢哋祈禱嘅嗰陣刻，
開我哋眼睇到數字改變咗。大家有冇發覺到？有數字改變咗，並且我繼續落嚟睇到當中嘅兄弟攞出好多嘅錢，原來佢哋身上有好多嘅現金啊！老實講，平時我嘅袋當中係冇錢嘅，現金冇咁多，因為慣用咗卡。但係點解上個星期我有40磅？係因為我預備買，唔係買屋，搬屋，搬屋。我賣咗我心愛嘅好多嘅樹，好多棵嘅樹，俾我40磅，全部其實係70磅嘅，係。但係嗰日我手袋當中有40磅，我就奉獻咗。但係我嘅奉獻唔係太多，比起其他弟兄嘅奉獻，我發現到原來我嘅教會弟兄原來有咁多嘅現金啊！我冇話係邊位啊，你哋自己諗下咯。祈禱嗰日雖然係一場嘅遊戲，但係再一次，神再一次提醒我祈禱，祈禱。因此，弟兄姊妹，當重建面對挑戰嘅嗰陣刻，除咗你需要問自己，我會唔會留在呢個團隊當中？第二個，我哋需要問自己，我會唔會繼續祈禱？呢個祈禱呢一次係好真實嘅啦。6月5號，我哋就知道接住下來，我同你講，我哋需要面對嘅挑戰一定係超過我哋而家可以諗到嘅、想像到嘅。但係好出奇嘅就係今朝第一堂崇拜嘅嗰陣刻，神派咗我以前同配搭嘅其中一間教會嘅首席執事同家人，就係坐在阿樂嘅嗰排，佢哋出現提醒我，當時當嗰間教會要重建嘅嗰陣刻，我哋都面對好大嘅挑戰，都係一樣嘅一件嘢，就係嗰一年我就離開佢哋當中，好出奇嘅。但係當我離開咗4年之後，佢哋教會就完成重建嘅計劃。因此我就唔知神要同我講咩。雖然我真嘅好嬲，冇俾我呢個福分見證重建嘅完成，但係我相信只要你同我哋一齊繼續祈禱，神一定會成就佢嘅事工。阿們。第一，當重建面對挑戰嘅嗰陣刻，弟兄姊妹，求神保守我們嘅心，冇離開呢個團隊。有冇人講阿們？第二個，你同神講，我會繼續祈禱。第三，我會將我嘅人生分別為聖，將屬神嘅嘢交翻俾佢。我會將我嘅人生分別為聖，將屬神嘅嘢交翻俾佢。24節接到最尾嘅呢一個經文，老實講，但係好詳細嘅一個過程，特別係24節至到30節呢一邊講到咩呢？就係佢點解會有機會將聖殿嘅聖殿的聖物
攞翻到耶路撒冷呢個第一個係一個神蹟。如果你係巴比倫嘅王，睇到咁多嘅金銀器皿，你要唔要留低俾自己用啊？一定會嘅。冇一個王，冇一個人唔想多一塊嘅金塊，係咪啊？但係點解佢哋仲有呢一個機會攞翻聖殿當中嘅每一件嘢，並且好仔細嘅記錄咗、稱啦、記錄啦，安全嘅運到耶路撒冷嗰個4個月嘅過程當中，呢幾件物件都係引起攻擊嘅原因，係咪？但係呢個就係一個奇蹟咯，屬神嘅嘢，神一定會負責任嘅。因此我堅信今次重建嘅計劃，如果神俾教會祝福嘅話，我會相信我哋一切所需要嘅，神一定會成就神蹟奇事。但係當中呢，發現到人一定需要參與呢個稱、記錄和運輸所有聖殿的器皿回耶路撒冷的殿的過程。你同我有呢一個責任，將屬神嘅物件稱啦、記錄咗啦，運返耶路撒冷，就係攞到神嘅聖殿當中嘅。你而家問下自己，我人生當中咩係屬神嘅？咩係屬神嘅？有冇一件嘢你可以分別為聖？你可以分別為聖，同神講呢一件嘢係屬你嘅，我交翻俾你，你掌管，你使用，你祝福。頭先我講咗點解我會用咗你同我完成呢個建築，雖然當中我冇機會參與，就係因為我曾經在神嘅面前同佢講，神啊，我會繼續在奉獻呢一塊上面參與關門十字堂嘅奉獻，關門十字堂重建嘅計劃。我在佢嘅面前立咗約，因此我今日在你哋面前同大家分享，在未來嘅重建計劃當中，呢一筆嘅奉獻，我一定會交翻教會嘅財政，因為呢個係我同神所立嘅約。當以斯拉同埋以色列人，佢哋將呢一個聖殿嘅物件攞翻到耶路撒冷，第一證明咗神所保存嘅嘢，屬神嘅嘢，神一定會保守佢。但係人需要參與呢個過程，因為神要人知道神嘅全能。希望在重建計劃嘅完成嗰陣刻，我哋在奉獻嘅記錄上面都留低你同我嘅名，雖然唔會寫在呢一邊，但係寫在你同我嘅心上，留在關門十字堂重建計劃財政嘅名單當中，流傳在永恆當中。當重建計劃面對挑戰嘅嗰陣刻，弟兄姊妹，我邀請你哋
千萬冇離開呢一間教會嘅。第二，我邀請你學習祈禱，今日就開始祈禱，今晚就開始祈禱，唔係一個人，至少兩個人，唔係兩個人，至少三個人。聖經話兩三個人祈禱，神一定會聽嘅，唔係一組人、兩組人，全間教會。我哋而家如果在最尾嘅4日冇學習祈禱嘅話，重建計劃，我相信冇人會繼續為呢一件重建計劃祈禱。呢個係我俾你嘅挑戰。第三，我哋將屬神嘅嘢交翻俾佢。我唔知你有嘅有咩，但係希望藉着祈禱，好似上個星期我經歷到嘅就係數目變咗。我見到兄弟手袋中有好多嘅現金，我自己本身完全本來我嘅手袋當中我冇咁多嘅現金，但係突然間我都有現金，我可以參與嗰個遊戲，提醒我原來藉著祈禱，神就成就奇蹟。你問你旁邊一個人，希望你同我有呢個福分，見證光榮十字堂奇蹟就在我哋面前發生。阿門。讓我哋一齊唱呢一首回應嘅詩歌。